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豆腐，作湯作菜，配分配數，無不適宜，苦辣酸甜，隨心所欲。女作家孟瑤說：它潔白，是視覺上的美；它柔軟，是觸覺上的美；它香淡，是味覺上的美。豆腐可和各種鮮豔的顏色、奇異的香味相配合，能使櫻桃更紅，木耳更黑，蔬菜更綠。它和火腿、時魚、竹筍、蘑菇等沒有不結緣的。當你忙碌或食慾不振的時候，可以做一味簡單的皮蛋拌豆腐。如時間允許，可以做麻辣燙三者兼備的麻婆豆腐，或煎得兩面焦黃的家常豆腐，或毛豆燒豆腐。綠的碧綠，白的潔白，這顏色就令人醉倒了。它像孫大聖72變，卻傲然保持着它的本體。江蘇有句諺語：吃肉不如吃豆腐，又省錢又滋補。豆腐的蛋白質含量是牛肉和豬肉的一半，但是價錢卻便宜多了。又因為它含的碳水化合物極少，所以也適宜減肥的人吃。豆腐中的鈣質含量和牛奶相同，特別適合孕婦和發育中的嬰兒、幼兒食用。豆腐店做豆腐都是從傍晚開始，天亮前做好的。大清早又開始做第二批供午市需求。豆腐在中國社會中是貧苦老實和勤勞的象徵。豆腐也圍繞着我國的語文。豆腐西施是說貌美的貧家女，豆腐官是廉潔的清官。因為俸給微薄，只可以吃豆腐。作家子敏說：我對豆腐有一股溫情，它甚至影響到我的處世態度。人跟人相處，你不能蠻橫地要求對方的心情必須永遠是春天。朋友難免失言、失態、失禮、失約，那時候只有像豆腐那樣柔軟的寬厚心情，才能容忍對方一時的過失。朋友相交、夫妻相處，如果沒有豆腐修養，很可能造成終身的遺憾。豆腐原是很平民化的食品，同時又是含有深遠哲學意味的食品。它是平民的，但並不平凡。我們的中國豆腐。